各位教育同工，各位關心孩子成長嘅家長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章放進教育上。我係你哋嘅 Dicky 校長。大家睇到今日坐喺我旁邊嘅嘉賓啦咩？冇錯，今日輪到我哋屋企最貪錫、性格非常黏人嘅貓主子布丁陪我一齊做主持。布丁平時喺屋企非常中意湊熱鬧，只要睇到其他貓喺度玩，或者有客人嚟，佢一定會主動擠過去。呢份熱情剛好非常切合我哋今日嘅主題，就係小朋友嘅社交與衝突處理。今日我哋嚟到 Raising Your Spirited Child， 中文名為開啟高需求小宅嘅正向天賦導讀系列嘅第4集。喺我哋學校大力推動 AI 教育同 STEAM 跨學科專題研習時，學生經常需要進行小組協作。喺呢啲協作中，我經常會見到小朋友因為唔識得社交而發生衝突。未來嘅社會 AI 可以幫我哋處理繁複嘅數據同埋程式，但係與人協作、同理心、解決衝突嘅高情商係 AI 絕對無法取代嘅核心能力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嚟學習如何成為小朋友最強嘅社交教練，幫助佢哋自信咁同他人互動。對於呢群有個性、高需求嘅小朋友，佢哋喺社交上經常會遇到幾大痛點。我為各位老師同家長總結咗4個具體嘅應對策略。第一，將無形嘅界線具體化，幫助佢哋融入群體。高能量外向型嘅小朋友往往好急於分享，好容易喺不知不覺間侵犯咗其他人嘅個人空間。書中分享咗一個好經典嘅例子，有2個小朋友喺度玩玩具火車， A 同學太興奮，攞住火車追住 B 同學，結果撞翻咗 B 嘅火車，令對方大哭。傳統嘅老師或者家長可能會立刻責罵，你點解要撞人？太粗魯啦！但書中嘅老師示範咗極佳嘅處理方法。老師溫柔地介入，具體地俾出界線，你要保持你嘅火車同 B 同學嘅火車3寸遠，你哋先至可以一齊用呢個跑道。老師甚至親自示範如何擺放，結果 A 同學即刻明白並照做，因為佢其實唔係想撞人，只係太興奮而忽略咗界線。除咗空間，仲有音量嘅界線。有啲小朋友一興奮，聲音大得會傷害別人嘅耳仔。作為大人，我哋可以引導佢哋觀察別人嘅反應。你睇下其他人，佢哋已經掩住耳仔，因為你嘅聲音好大。你可唔可以嘗試小聲啲？當佢哋把音量收細，我哋要立刻肯定佢哋，你呢個音量令人聽得好舒服。呢種具體不帶指責嘅指導，比單純叫佢哋安靜有效得多。第二，分享係需要策略嘅，唔好勉強幼兒輪流。教小朋友分享係所有大人嘅痛，但我哋要明白，幼兒正處於學習我嘅呢個概念嘅發展階段，不願意分享係正常嘅。特別係內向型嘅高敏兒，佢哋對物品有好強嘅保護欲。老師同家長可以點做呢？當你安排 play day 或小組活動嘅時候，可以事先同小朋友商量，收起佢哋絕對不想分享嘅心愛物品，然後盡量提供一啲可以好多人一齊玩嘅玩具，例如一大堆積木、好多架小車等。喺初期盡量避免提供嗰啲需要輪流玩嘅單一玩具，咁樣可以大大減少佢哋爭搶嘅機會。當小朋友真係成功分享時，記得具體咁讚美佢哋。某某小朋友因為你讓俾佢玩，佢覺得好開心。我知道對你嚟講唔容易，但你做得好好。第三，面對轉變，善用事前預告與一句神奇嘅問候。社交互動充滿變數，可能有新朋友加入，或者遊戲規則突然改變。對於適應力比較慢嘅小朋友嚟講，突如其來嘅轉變
好容易令佢哋情緒失控。書中提到一個真實案例，一個小朋友本來喺前院同朋友 A 玩球，媽媽突然答應讓朋友 B 亦都過嚟加入。對大人嚟講呢個冇乜大不了，但對呢個小朋友嚟講，原本未分勝負嘅遊戲突然被打斷，佢覺得好唔舒服，結果喺前院大發脾氣，平靜嘅庭院瞬間變成咗戰場。作者指出，如果嗰位媽媽喺答應之前能走出去俾個預告，或者簡單問一句，兒子，朋友 B 想過嚟一齊玩，你 OK 咩？整個畫面就會完全唔同。一句你 OK 咩？能俾適應力慢嘅孩子多啲時間去消化，讓佢哋感受到被尊重，從而避免不似預期嘅改變所帶嚟嘅情緒爆煲。第四，教科書級別嘅解決衝突4部曲。當小朋友真係發生激烈衝突，佢哋會瞬間進入紅色區域，表現出戰鬥或逃跑嘅生存反應，大腦係無法思考嘅。書中分享咗2個學生為咗搶熱狗而打交嘅例子，嗰位老師嘅處理手法絕對值得我哋所有教育同工同埋家長學習。老師介入之後，做咗以下4個關鍵步驟：一、即時制止傷人行為。老師立刻擋住，溫和但係堅定咁講，就算多憤怒，亦都唔可以打人。二、幫助察覺身體狀態，引導冷靜。老師冇一味責罵，而係話，你而家係咪好緊張？你睇下自己嘅手，拳頭係咪壓緊咗？不如你坐低休息下。3、等冷靜後做，重來，引導待雙方平靜後，引導佢哋用言語表達感受，而唔係爭論對錯。4、把解決問題嘅權力交還俾孩子，老師冇代替佢哋做法官，而係問你哋點樣解決。最後，學生自己協商出把熱狗讓俾對方嘅方案，呢個不僅解決咗問題，更訓練咗佢哋嘅同理心與合作精神。另外，面對別人嘅取笑甚至言語霸凌，我哋都要教導孩子勇敢保護自己，可以教佢哋直接要求對方停止，或者大聲話停，並做出雙手打開嘅手勢嚟強化拒絕嘅訊息。一旦取笑變成霸凌，我哋大人就必須立刻果斷介入。各位同工家長，培育小朋友嘅社交技能，的確需要我哋花費大量嘅時間、耐性同埋細心嘅觀察。但喺呢個重視人機協作嘅 AI 時代，當我哋睇到孩子能夠巧妙地解決衝突，充滿同理心地融入群體，呢一切嘅努力都將會係佢哋人生中最寶貴嘅資產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喺結束之前，我有一條問題想請大家喺留言區回答我。回想一下最近一次小朋友或者係你嘅學生發生衝突或發脾氣嘅情景，如果你運用今日學到嘅技巧，例如事前問一句你 OK 嗎？幫助佢察覺拳頭握緊嘅身體緊張，或者唔做法官，而把解決問題嘅決定權交俾佢哋，結果會否更好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我會一一閱讀並與大家交流。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對你嘅教學或者育兒有啟發，請你俾呢條影片一個 like comment， 分享你嘅睇法，把影片 share 俾身邊同樣為咗處理小朋友人際衝突而煩惱嘅老師同工同家長朋友。最後記得 SUBSCRS 訂閱我嘅頻道，將放進教育上，並打開小鈴鐺。我哋下期第5集會迎來呢個系列嘅最終回，探討如何面對情緒極度火爆崩潰嘅小朋友。布丁跟觀眾講拜拜啦，我哋下集見。